各位朋友，你哋好，我係速健鼎大律師，今日係代表香港維護家庭協會同大家分享以下一個重要嘅信息。我哋過往差唔多有超過1年係冇大家再喺 YouTube 裏邊會面，原因係今日點解要講以下嘅分享呢？就涉及一個男女性別嘅定義點樣作分界。你見到我嘅 T 恤係白色同埋有啲黑色嘅公仔。作為一個法律界人士，我哋嘅所持守嘅原則就係非黑即白，絕對冇灰色，或者亦絕對唔可能有含糊嘅。特別一啲傳統價值喺呢個事情裏邊咧，就係男同埋女嘅分界同埋嘅定義。再俾大家睇一睇呢兩個嘅卡通公仔，看似一個粉紅色、白色。好多人會覺得咧，就係粉紅色咧係應該代表女士，白色係應該代表男士，一個好容易去分別一個傳統嘅概念。但係傳統嘅概念咧，就一定要有法律嘅依歸。好可惜，英國就係就呢一個咁簡單嘅傳統概念，係花咗5年時間，最後然後先至喺4月16號。最高法院一致裁定，男人同埋女人嘅定義應該點樣去做界定？涉及呢間訴訟嘅與訟雙方，一邊咧就係叫做 Women's Scotland，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蘇格蘭政府。原因又係好簡單嘅，喺2018年，蘇格蘭政府在佢喺呢個公共機構嘅管理委員會裏邊嘅代表成分，係定咗要50%同埋50%男女平均分配。第二個嘅指引咧就出現問題啦。點樣界定係男人或者女人咧？就係話依照嗰個人自己聲稱嘅性別而界定佢係男人或者女人。英文叫 self-identification gender。嗱，呢個咧就出現軒然大波啦。Women Scotland 係一班女權嘅組織，當然嘅，從佢嘅字面已經知道佢哋係維護女權。呢個組織係表示極度嘅擔憂，原因話如果係容許人哋自我聲稱呢個性別就等於佢個性別而去作委任嘅話，出現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嘅女人實際上佢唔係女人，佢只係聲稱自己係女人就可以代表女性嘅權益。呢方面呢個組織係極力嘅反對，特別嘅佢哋考慮到好多專為單一性別嘅設施，點可以喺個管理委員會裏邊出現咗有一啲叫自稱女人而去幫佢哋去管理呢啲事情咧？從而嘅就話容許咗好多嘅自稱性別嘅女人可以入庇護宿舍，可以入女人病房，可以同佢哋共用女性嘅廁所同埋更衣室。呢個對佢哋嘅尊嚴同佢哋嘅私隱特別嘅衍生出嚟好多嘅性侵嘅個案，就喺呢啲設施裏邊俾一群叫自稱女人嘅男人而係出現同埋發生咗。所以佢哋將佢哋嘅冤屈同埋佢哋嘅意見就要訴諸法律，尋求一個司法覆核。好可惜嘅，佢哋喺一審同埋喺我哋嘅上訴裏邊都輸咗。最後嘅佢哋冇辦法，就係要去最高法院，英國嘅最高法院尋求最後最終嘅判決。大家喺呢度要明白一樣嘢，蘇格蘭咧成日都想自治。喺英國嚟睇咧，係好似一個壞孩子咁樣。嗱，英國係冇 self-identification gender 呢樣嘢，但係蘇格蘭政府喺英倫三島裏邊咧，就好似一個壞孩子咁樣。除咗不斷要求自己要獨立於英國政府之外，更加咧喺一啲法例裏邊嘅演繹或者推行咧，係行得好前衛嘅。譬如喺呢一個self-identification gender 自我
認為自己係咩性別嘅，就可以當咩性別，而去採納咗呢個標準去界定男人同埋女人嘅地位嘅話咧，咁呢個就出現好大好大嘅問題。呢個嘅官司好不幸地，一審二審輸咗嘅時候，就最後一定要最高法院嚟做一個裁決。喺呢個案件最基本要審核嘅一個議題就係，在佢哋英國嘅平等條例 Equality Act 2010年裏邊所訂定嘅男性同埋女性嘅界定同埋定義係應該係基於乜嘢嘅考慮？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中文咧就冇兩個名詞啊，只有性別呢個名詞。但英文咧就喺英國裏邊咧就出現咗 sex 同埋 gender。如果你講分別係咩咧，就好簡單啫。sex 咧就係一個與生俱來，你出世嘅時候所定嘅性別就叫 sex。由於2004年後，英國推行咗立法，俾跨性別人士有一個叫做性別認同嘅法例，容許人經過呢個診斷之後患性別不安，而係根據佢呢個社交生活，用另外一個嘅性別生活咗2年之後，經過審核，當然醫生推薦，而係有一個委員會審核之後咧，係容許佢係以另外一個嘅性別係生活嘅，但係呢個係絕對冇涉及佢個與生俱來嘅性別，即係法律上邊佢仍然維持翻佢出世係男仔就係男仔，女仔就係女仔。但好可惜嘅，蘇格蘭係行在時代嘅尖端，喺20年嚟，佢哋屢次嘅都有一個壞孩子，但係佢哋話，佢哋係擁抱平機，亦都擁抱咩嘢？與時代共進，係前進，係開放。於是乎，喺過往20年裏邊，跨性別人士佢不遺餘地去推進、推行佢哋嘅利益，而產生咗到2018年，竟然喺英國國家裏邊冇呢個自我認同嘅性別，但係蘇格蘭政府就採納咗呢個清楚嘅，就同英國嘅國法係唔相同。但係由於英國喺若干情況底下係容許佢哋自治，唔係獨立啊，係自治，所以咧佢哋喺呢啲嘅問題裏邊咧就有另外嘅更前進嘅解釋。喺呢間官司裏邊，我哋要佩服嘅就係 Women Scotland 呢個組織，更加要敬仰嘅喺佢哋呢個組織裏邊牽涉咁冗長嘅官司裏邊，一個金主就係大家可能會熟悉嘅佢嘅著作，就係《哈利波特》嘅作家 Miss Rowling。佢係一個女權分子，佢亦都係贊成性傾向，不過佢係反對跨性別人士係利用呢啲嘅自由去侵佔或者侵用單一性別女性嘅設施，所以佢支持呢一個組織去進行法律訴訟。鍥而不捨地，佢哋最後得到最終同埋最後嘅判決。最高法院5-0一致嘅裁定，根據性別呢個定義，喺呢個平等條例裏邊係要採納與生俱來，即是 biological sex。你以後攞乜嘢嘢證書都好，但係就性別而言，法律定義就係與生俱來嘅性別，即是話你嘅出世紙認定咗你係邊個性別，你點改都好，你有咩證書都好，就法律而言係以你呢一個嘅性別為標準。好簡單地嘅應用範圍咧，就係喺日後設施嘅享用係以你個與生俱來嘅性別嚟定分界。從今以後呢啲嘅自我
稱自己係女人嘅男人，就唔可以再予取予攜嘅進入一啲專為女性而設嘅設施。當然地，呢一個嘅判決對於所謂跨性別人士，特別嗰啲積極嘅分子，當然係好嬲怒嘅，又話佢哋生命完全受威脅，佢哋嘅人權俾人踐踏唔係人權。但係法庭好清楚講明嘅就話，佢哋嘅權益仍然受到性別認同法例所保護。不過，如果涉及去考慮何謂性別嘅而使用一啲嘅設施、一啲嘅定義或者一啲嘅政策嘅時候咧，就要跟翻個原生性別啦。因為有一啲嘅好荒誕嘅事情，陸續地響英國地係產生嘅。譬如有乜嘢人可以思想到要為一個自己聲稱自己係女人嘅男人，係派一啲嘅避孕丸，或者甚至做一啲嘅女性嘅生理嘅檢測？佢明明係男人嚟噶嘛，你自己認為自己女人，你就要跟住佢走啦咩？道理喺邊度咧？法理喺邊度咧？喺呢一個嘅決定裏邊就已經作咗一個好清楚嘅界定。從今以後，而家英國係相當之忙碌，最忙碌嘅一個人就係佢哋嘅首相 Starmer， 因為呢個工黨係撐性小眾嘅，特別對跨性別嘅權益咧係無所不盡為極嘅。喺22年，呢 Starmer 竟然喺國會嘅辯論裏邊作出以下嘅狂言。喺呢個世界裏邊，社交嘅錄影啊、資訊啊係冇得磨滅嘅。你講話何謂女人？女人咧99%，或者何謂男人？男人99%係有陽具嘅。調轉頭或者女人係99%係冇陽具嘅，不過有1%係有嘅。但係判決之後6日嘅冷靜期，你趁呢個復活節假，佢話我要放假，到今日4月23號，佢先見記者話：我尊重最高法院嘅決定，佢做咗一個好清楚、好標準、好精準嘅解釋，何謂男士，何謂女士。自然嘅，佢就俾人連珠效法。Starmer，你22年講緊嘅係咩嘢？仲有喎，你哋自己工黨裏邊都迫害其中一個女議員，就講到話性別係跟原生性別呢一樣嘢，你哋係俾壓力佢，甚至係話要逐佢出黨，最後呢個議員都自己辭職。唔好忘記 Starmer 本身係一個資深嘅大律師，佢竟然口出狂言，呢個唔係一個政治嘅定義嚟㗎。性別一定係要跟法理、情理同埋人情去決定。法理既然行先嘅時候，大家就要尊重。呢個決定雖然係英國嘅最高法院決定，但喺全球嘅不同嘅媒介都廣播嘅。原因係咧，2025年係有好大嘅逆轉，特別嘅喺美國，除咗打關稅戰之外，特朗普總統咧仍係恢復咗好多嘅傳統嘅價值，特別性別，佢係擁抱同埋恢復翻係以原生性別嚟定男同埋女。至於香港有冇影響呢？同大家先派一個安心丸，因為香港冇承認跨性別認同呢個法例，但係唔係完全嘅100%安穩嘅，因為喺過往2年不同嘅法律挑戰已經就跨性別人士佢需唔需要接受變性手術，然後先換取到身份證改呢個性別咧，就已經作咗一個終審庭嘅判決係不需要。不過
因為香港嘅身份證，政府話係一個行政文件，喺法律上邊仍然維持翻原生性別，咁呢個已經判定咗㗎啦，所以咧就唔可以再考慮有任何嘅方法去更改個原生性別。但係到現在為止，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嗰啲某些人士，佢哋係要跨性別過一個唔同性別嘅情況底下，佢嘅身份證係可以改嘅時間。原因係原來身份證大家要清楚啊，係個行政文件嚟㗎，唔係一個法律嘅文件，證明你係男或者女㗎。但係究竟佢點樣應用咧？而家都係一個謎。就算得到嗰個認證嘅謝 Henry 人士，佢都冇詳細解釋。舉例，去享用嗰啲設施嘅時間，佢用乜嘢性別嚟做嘅咧？以下呢啲問題仲有待未來去知曉同埋分曉嘅。多謝各位。